哇，也个俺的卢卡讲，夫妇，能用来讲。哎，妈妈就讲福字，也门前字安尼呐。嘿，这个最俺伫迄面抢行业啦，不过俺的行业尤其南埔，过年一定会掉。我就喊声俺妈讲，唔知看一多杯啊吼，看到门前有点种那种福字啊，应该就喊来行业当错。嘿，没有，佢係行娘娘嘅，因為唔知做社好嘅模，都幾啊都見，啊外邊見行拉嘅，看到老婆有掉嘅字，用嚟出同人嚟講，幾拍行業咁嘛？係嚟講唔用電咯，你佢嘅有冇阿媽同人講嘅掉嘅唔中嘅啊？應該就行業，因行業我掉嘅東西。係啊，很懷念，因為過年很過瓜子。卤爱贵出没有卤爱掉啊！我也蛮常是负责贴的人，因为新年的爱就孙国威啊哈，孙国威年哈，卤爱不介意掉。最细新年会做嘅，根本係拉起做嘅。哦，你最细一掉哦，咁弄會重要嘅小物唔會嗱也嘅咯。記得係一種係錄下本係記憶。係嗰度事情，我做乜事情我學做上到啱嘅，我爸爸以前同我講嘅，我媽媽同我講乜東西，我係先用嚟做嘅，我都係面同我用嘅，係嗰度事情係用使用嘅客家嘢，使用嘅面容嘅，啊同我都下有幾件事情都係有不太一樣上嘅啦。啊，我媽嘅事情我上到就，像我見看到有啲上到我係記得嘅，我過年我媽都。看到我市場買東西，給他講，你看見冇？你掉門前子的哦，過年的哦，你看到掉門前子都行人哦，啊，我多見我過年嘅啊，我媽見八十兩歲，喊打電話講，哎，都開我掉門前子的哦，好，啲，哦，多見其實都卡對我個影響，過去啦。所以講萬世唔係一個怪怪嘅聲音咧，吼，安尼講。不過我感覺對嗰度過世嘅記憶啊、情感啊，其實都很留在心裡咧，吼。我記憶都很選擇，有好嘅壞嘅，我記得清楚；有細細問又記得清楚。啊，有啲人那是講啊，以前用嘅咩？我冇印象咧。可是有些。對這些事情都記得都有情，但是燒到腦子裡面那種記憶啊。